心清微了法，1000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必修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金刚拍摄破了一经，发挥应有分第一。如是我闻一时屈在社会国，其实结果读完，有大悲口上。千里别，我是人故，你是世尊，一时逐一持断，入社会大成其实，有其心中处得其意，还是本处，还是日，修一观。先教义，智德理德。先贤此情分别离，其中那诸菩提在大众中，即将得起偏袒有经有切不得合掌恭敬离别不言，其有世尊如来善可念诸菩萨，善护着诸菩萨，世尊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闻何应付？闻何降伏其心？不然，现在，诸菩提如你所说，如来善可念诸菩萨，善护着诸菩萨，你见地听，当为你说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应如是故，如是降伏其心，为前世尊，愿恼欲闻。大乘正宗分第三。不得诸菩提，诸菩萨无二法，应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愿生，若胎生，若色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相，若无相，若非有相，若非无相。我该明日无有涅槃离灭多时，如是灭多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是无众生必灭多者，何以故？诸菩提若菩萨，修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了相不足分别事，就此诸菩提菩萨不还，应无所事，行无报事。所谓不自食报事，不自清香味出法报事。诸菩提菩萨应如是报事，不自无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萨不自相报事，其合别不可数量。诸菩提无以温和，东方虚空可数量下，佛也世尊
诸菩提，南西北方，四夷上下虚空，好事良好，佛也世尊。诸菩提菩萨，如自上报时，福德业情如是，不可思量。诸菩提菩萨，但应如所告知。如理是千分之乐，诸菩提无义温和，可以心想见如来哈，佛也世尊，不可以心想不见如来。可以讲，如来所发心相，即非心相，不过诸菩提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不见如来。见性是有分别了。诸菩提不复言，世尊。可有众生一闻如是言说讲故，相实心哈。不过诸菩提，莫作是说，如来别好好我别说，有此界修福者，无此讲故，令生信心，以此为实，当知是人，不有一佛二佛三佛五佛。二种成经，有无量千万佛，所讲诸成经，每一讲故，乃是一念成行者。诸菩提，如来即知即见，是诸众生，即如是无量福德，可以讲，是诸众生无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是假相，无法相，也无非法相，可以讲是众生若先思想，则为着我人众生受假；若非法相，则着我人众生受假，可以讲若非法相，则着我人众生受假，是个不应此法。不应此非法，以是二个如来相法，一定比丘，自我说法，如法如假，法相应下，何况非法？